主2025年10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掌管历史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以西结书38章第1到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8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马吉地区的高吉传达我的信息。伊是米色甲土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米色甲土巴的统治者高吉，我要甲你作对。我要用钩仔交你的牙槽，甲你拖翻头，互你甲你带领的军队、战马、马兵、刣师、铁蹄。你的军队人多，有全套的武装，因手举大细盾牌甲刀剑。你的军队有对波斯、古实甲弗请来的战士，因嘛拢摕盾牌抵头壳。另外，高密人甲吉北平、多加马族的军队以及侪人嘛缀你来。你甲组织伫你遐的大军着准备好势，你着做因的指挥官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要差派你伫将来出兵征服以色列。伊的人民捌脱离刀剑的灾难，对列国倒来，组织伫以色列爬远的正山安然徛起。你甲你的大军以及真侪缀你的外族人，要亲像暴风扫来，亲像乌云看捌这块土地。至悬的上主对高吉安尼讲：迄时你的心要图谋歹事。你想讲，我要侵入迄块无设防的地，去平安生活的人民遐。因徛起的所在无墙、无门、无串。我要去遐攻击以前爬远、现在有人住的地，攻击遐的对列国转来。即次真侪精生甲财宝住伫全地中心的人民，伫遐抢夺因的财物。示巴人、底但人甲对他斯附近达城镇来的生意人要问你：你想要抢精生、抢夺金银财宝是无？你想要将所有物件拢抢去是无？所以，人子啊，你着对高吉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明明知我的子民以色列平安过日，竟然对极北平你住的所在，带强猛的大军，骑战马来。高吉啊，你来攻打我的子民以色列，你的军队亲像乌云看捌地面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要带你去侵略我的土地，通互列国认捌我。我嘛要通过你，对因证实我是神圣。你就是我早前通过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所预言迄个人。迄时，我捌通过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传达我的信息。我要带你来攻打以色列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至悬的上主讲：高吉侵略以色列迄日，我要发大受气。我规巴肚火，大受气宣告：伫迄日，以色列要有大地动。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、地上的动物，以及所有的人，拢要伫我的面前皮皮喘。关山要壁立，山坎要放弃，城墙要倒坏。
我要伫以色正山用刀剑攻击高极，伊的军队要互相残杀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用瘟疫甲刀剑刑罚伊，我阁要落大雨，并冰雹降大火，硫磺伫伊所带领的军队甲缀伊的外族人身上。通过这个对列国显明我家己以及我的伟大甲神圣。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掌管历史，以西结书3章是一段关系末日征战的预言。这场被称作高极甲马国之战的预言，描绘来自极北之地的统治者高极，率领联军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侵略。总是上帝无出在攻击发生，反倒是亲自介入，用震怒和天灾审判高极和伊的联军。这场战争的结局显出上帝的权能，互万国知影伊是伟大神圣的上帝。这段末世预言点出，伫上帝的终极计划中，迄指动伊的势力将必受审判。高极代表一切敌对上帝和伊子民的势力，伊对极北的本土率领由各国联合组成、庞大搁精锐的骑兵队攻击以色列。这场看起来袂似是无对等的战争，实则由上帝掌管。上帝对高极讲：“你的军队亲像乌云看捌这块土地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要带你去侵略我的土地，通互列国认捌我。我嘛要通过你，对因证实我是神圣。”这提醒咱，就算对你看起来真强大，历史悠然掌握伫上帝的手中。高极进攻以色列，毋是历史失控的结果，是上帝预定的一部分，通好，予伊伫万国的目睭前显明伟大甲神圣。当高极入侵以色列的时，上帝要亲自审判。以色列全地要有大地动，水面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动物和人，拢要战栗。上帝要用各种灾难，互高极惊吓。迄时，伊的军队要互相残杀。上帝要用大雨水、冰雹、大火、硫磺降点联军的身上，互即支庞大的联军彻底崩溃。安尼的审判，毋单单是对以色列的拯救，更加是对全地的宣告。只有上帝才是世界的主宰。因为安尼，咱毋免惊惧未来的无确定性，也无需要靠家己的力量来面对属灵征战。互咱用信心仰望这位掌管万有的上主，伫混乱中持守信仰，伫危难中坚定仰望，搁勇敢见证咱所信的上主，毋但掌管历史，也要带来最后的得胜。默想，少年超强权兴起，我犹原要宣告，只有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。少年超强权兴起，我犹原要宣告，只有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。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无因为世局混乱，信心动摇。我相信你要掌权到底，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，仰望和平国度早日来到，
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